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教養研究者黑帶媽媽美斯。仔女面對未來世界必備嘅能力第8集，用心聽仔女講嘢。只要做到呢一點呢，仔女學又會更加叻嘅。用心聆聽仔女講嘢呢，其實即係我哋成日聽到嘅 active listening， 積極聆聽呢一個做法啊。父母如果用咗呢一招呢，仔女會更加中意同父母分享心事啦、傾偈啦，仲可以藉此咧強化佢哋嘅表達同埋詞彙嘅能力。用心聆聽仔女講嘢呢，即係等於唔好否定小朋友啊！咁樣呢，仲可以引導佢哋講出佢哋心裏面嗰句説話。大人呢，聽小朋友講嘢嘅時候啦，有陣時會覺得佢哋講嘢呢，唔知個重點喺邊度啦，覺得佢哋講嘢無聊或者冇邏輯嘅。作為父母，如果你能夠有多啲耐性，唔好帶住目的聽小朋友去講嘢，無論佢講今日同邊個玩啦，中意食啲乜嘢啦，或者中意睇啲咩書啦，甚至乎係一啲佢天馬行空啊、九唔搭八嘅幻想啦，或者諗法啦，只要你肯聽啦，其實就可以俾到安全感小朋友，你嘅仔女，佢會覺得自己講嘢係安全嘅，唔會俾人鬧啦，同埋感受到俾人認同嗰種喜悅，咁漸漸地咁樣就會變得有自信，咁樣聽小朋友講嘢咧，會令佢哋覺得原來講嘢咧係一件開心嘅事嚟嘅，講出嚟之後咧，心情仲會輕鬆啲添。咁樣咧，佢哋就會想講更加多，從而培養到仔女豐富嘅表達同埋詞彙能力。日本東北大學嘅川島龍太教授咧係大腦功能開發嘅專家，佢由2010年開始咧，用咗7年嘅時間，針對咗7萬名嘅日本中小學高中生咧進行追蹤調查，發現咧嗰啲如果係屋企人會專心聽我講嘢嘅學生啊，佢哋嘅學習能力會比較高嘅。咁即係話，如果父母能夠用心聆聽仔女講嘢呢，其實係會影響佢哋嘅學習能力㗎。呢個頻道會分享湊仔教養嘅方法，喺呢一個 AI 嘅年代要點樣教仔。如果你都係父母，想知道點樣教可以幫小朋友贏喺起跑線，獲得成功、快樂、充實嘅人生，記得訂閱呢個頻道。咁樣即係要點樣聆聽仔女講嘢呢？喺芝加哥大學任教嘅美國臨床心理學家大師卡爾羅傑斯博士 Carol Ransom Roger 提倡積極聆聽 active listening。Dr. Roger 喺佢咁多年嘅諮詢案例當中呢，揾出成為好嘅聆聽者，即係擁有用心聆聽仔女嘅父母必備嘅3個重要元素。第一，同理心；第二，無條件嘅肯定式關注；第三，確保了解對方。呢啲名詞咧聽落去耳熟能詳，我會詳細講解一下，用啲生活嘅例子同大家去解釋，等大家更加清楚明白到底即係要點樣做。首先第一，同理心，其實即係等於咧感同身受。仔女講嘢嘅時候咧，我哋要企喺佢嘅立場去感受同埋聆聽啊。例如當仔女話好攰嗰陣時，我哋可以重複佢嘅說話，哇，你真係好攰喎。或者回應我見到你真係好攰啊。對話咧要有來有往，唔好句句咧都 ban 佢落去，即係唔好話攰乜嘢啊，啱啱先起身。你要肯定咗佢先，回應咗佢先，我哋做咗第一步，感同身受先。第二，無條件嘅肯定式關注，即係等於唔好否定佢哋。仔女講緊嘢嘅時候呢，主角始終係佢哋，大人要留意唔好搞錯立場啊。所以啦，唔好喺小朋友講緊嘢嘅時候插嘴。有好多家長成日會喺小朋友講緊嘢嘅時候話我覺得咁樣做會好啲喎，或者講咗啦唔好玩沙啊、污糟啊等等呢啲意見咧，加喺即係小朋友嘅説話當中啊。咁如果你要講嘢啦，首先要講事實啦，而且唔好拉遠個話題，講緊嗰樣嘢就講翻嗰樣嘢。如果你喺佢講完嘢之後咧，要問問題啦，咁你嘅提問咧盡量就要簡潔嘅。喺日常生活中咧，小朋友講嘢嘅內容咧係會經常有錯嘅。喺一啲無傷大雅嘅情況之下咧，家長其實唔需要成日用嗰啲唔係啊、不過啊、但係啊諸如此類呢一啲否定嘅句去回應佢哋嘅。首先要肯定咗佢哋講嘅嘢先，成日話要企喺佢嘅立場去感受啊嘛，咁即係要點樣做呢？我哋可以簡單複述一次佢嘅説話先，然之後先講出你大人嘅意見或者係建議，咁樣咧小朋友先會比較容易接受你講嘅嘢嘅。第三，確保了解對方。
父母咧要不斷確認仔女嘅説話內容啊。仔女講嘢嘅時候啦，如果父母有唔明嘅地方，唔好聽過就算，唔追問，唔再了解詳情，咁樣咧小朋友其實係會知道㗎。佢哋會覺得其實你都冇認真聽我講嘢啊，或者我講嘅嘢根本唔重要啦，甚至乎係我唔重要嘅呢啲感覺同埋體會嘅。父母有唔明嘅地方就一定要問清楚，確認小朋友講嘢嘅內容，了解仔女講啲乜嘢，其實呢樣嘢好重要，亦都好基本。最後俾個 bonus 父母，做個聰明嘅家長，為自己保留時間同心情，用嚟聽仔女講嘢。當父母咧有陣時好大壓力或者過度疲勞嘅時候咧，就算細路仔同你講嘢啊，你都未必有心機有心情，即係我哋所講嘅有心無力啊。如果你唔想咁樣，希望能夠認真咁聽仔女講嘢，想擁有一個咧有質素嘅親子時間，父母首先要為自己打造一個輕鬆嘅身心狀態啊。打個比喻啊，好似你坐飛機嗰陣時候啊，如果喺飛機上面遇到緊急嘅情況嗰陣時咧，咁我哋其實首先係要替自己帶上氧氣筒先嘅，然之後再幫小朋友帶。我哋成日都講啦，保護唔到自己，又點樣保護小朋友呢？例如啊，父母有陣時可以唔需要太堅持嘅，譬如如果你哋放工好忙，遲收工 OT 咗，或者已經好攰啦，咁嗰日又冇姐姐幫手啊，諸如此類啦，咁不如你就叫外賣或者出街食飯啊，唔使下下都自己煮嘅，即係呢啲錢呢，其實係可以花出去嘅，盡量為自己製造多啲即係放鬆嘅時間，唔好太過辛苦自己。同埋咧，父母唔好將自己或者仔女每日嘅行程排得太過密密麻麻，每晚最少抽20分鐘嘅時間同仔女傾偈，熄咗個電視，攞開你嘅手機，只係專注喺你眼前嘅仔女，盡情俾佢哋講嘢，目的只有一個，做一個好嘅聆聽者。做父母啦，唔單止要有方法，仲要有無限嘅耐性同埋正確嘅心態。用心聆聽仔女講嘢，積極聆聽 active listening。只要做到呢一點啦，唔單止可以令到小朋友學習更叻，仲可以提升親子關係。做父母唔容易啊，不過用啱嘅方法，其實都會幾好玩，幾有滿足感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大家加油！我係黑帶媽媽美斯，拜拜。